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希莉。今年以嚟，唔單止係美國、亞洲唔同地區嘅股市都曾經創新高。隨住唔同事件發酵，包括伊朗嘅政治局勢、美國司法部對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刑事調查，同埋市場對美國減息預期嘅轉變等等，相信唔少投資者都好想了解市況會唔會因此受到影響。美國嘅就業數據就好壞參半，市場調低咗今年嘅減息預測，同時擔心伊朗嘅地緣政治局勢升溫，油價會飆升，而通脹都會升溫。我哋維持今年聯儲局減息0.75厘嘅預期，以3個角度分析。第一，舊年同伊朗相關嘅類似事件，曾經令油價飆升之後回落，而我哋預期今次都會一樣，油價只會短暫飆升，未會加劇通脹壓力。第二，美國舊年第4季嘅職位增長停滯，而12月嘅核心通脹都低過預期。聯儲局最新嘅學皮書調查進一步引證就業市道疲弱，提高咗聯儲局減息嘅理據。最後，鮑威爾嘅調查同埋特朗普計劃改組聯儲局嘅委員會，凸顯咗減息壓力日益增大。聯儲局又即將換屆，預計下任主席人選傾向於減息，令利率前景偏鴿。不過，地緣政治風險加大，有機會令到大市波動，減息與否都有必要多元化投資。我哋舊年開始已經強調喺減息背景之下，美金會走弱，帶動資金流入非美市場。而亞洲股市舊年年中起開始表現都非常之亮麗，相信 AI 主題、估值吸引同埋刺激政策嘅憧憬繼續會帶動市場表現。而避險資金亦都流入黃金，年初至今已經升咗大概6%。短線回調之後，有望挑戰目標4800美元。另外，若果聯儲局嘅獨立性進一步受到考驗，美國國債可能會持續波動，尤其係長年期債券。我哋偏好5至7年期嘅債券，同時消背新興市場債，基於收益率更加吸引同埋美金走弱嘅前景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要點讚同埋分享。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